呀，有听到声音吗？有的，有听到声音吗？很清楚是吗？有。好，时间到了吗？时间到了吗？到了哈。好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证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全贤，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晚上由后学练习导读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林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为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以莲中续会圆古彻在中，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，佛堕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降而叠帖化成金。白羊子将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道，貌似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
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具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雁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尼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袍齐乳临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护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辅引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灭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貌似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
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乡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气下生，收服南言归正宗。哎，怎么网络不顺呢？弹出来了呢？突然间消失哎，弹出来了。哎呀，要华宝要珍惜啊，得来不易啊！竟然网络会中断了，自己弹出来了。在口三口，四口五口，六口七口，八口九口，十口手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以三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十年当辛苦来弥勒哦，辛苦啊，休息一下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休息换后学来念好了。好，好像喉咙不怎么舒服，歌手。好，谢谢。好。要还感冒，喉咙痒了，不好讲。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满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道士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祥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车气造旗遮日月，头顶灯罗七宝星。归正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乡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
乐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南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正叶东，正宗，来往造下真真言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两遍得超生，十念三遍神鬼怕，黄亮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，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回向文：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保自己姓名。姓女弟洪诗子赵婷，朝云，愿将以上诵经，愿将愿以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土耳其大地震，回回向于向于土土耳耳其其大大地震，地震，受难者与罹难者，受难者与罹难者，恳叩祈求恳叩祈恳叩求祈求弥勒祖师、弥勒弥勒祖师、南海古佛、南海南海古古佛、佛、济公活佛、济公济公活佛、活佛、月慧菩萨、月月慧慧菩菩萨，萨、慈悲做主，慈悲慈悲做做主，主，愿受难者愿愿受受难难者早日康复，早日康复，复，远离病痛恐惧，远离病痛恐惧，愿罹难者愿罹愿难罹难者者早日安息，早早日日安安息，息，往生极乐净土。往生极乐净土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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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月音前贤导读哦，也谢谢各位前贤一起诵经，晚安。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感谢前贤慈悲感再见。恩，大家晚安，感恩真理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上师慈悲，各位点完，各位领队，各位护领队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好，晚安。领队们晚安，优秀的前贤们晚安，好。老师晚安。晚安。哦，很优秀的晚安，晚安哦。